你好，歡迎收睇呢一集節目。今集嘅話題係關於 AI 人工智能嘅發展史。唔講唔知，人工智能呢個概念呢，其實可能已經出現咗呢有成70年咁多。最初甚至係冇人工智能呢個名㗎。如果有人同你講70年之前有一個英國嘅數學家喺一張紙上面寫咗一個謎題，而呢一個謎題最後催生咗你今日個手提電話入邊、你個辦公室入邊嘅電腦用嘅 AI 工具，甚至係你今日正在聽緊嘅呢一集 podcast 入邊嘅內容，你會唔會相信呢？歡迎收睇今日呢一集，我哋會用10零20分鐘嘅時間去完整咁睇一次過去70年 AI 嘅完整旅程。今集呢，我會嘗試唔用咁多技術嘅詞語，用一啲你日常生活都能夠理解到嘅詞彙，去到了解究竟 AI 嘅發展係點樣咁驚人咁改善我哋嘅生活啊！我哋而家正式開始啦。故事嘅起點呢，其實係1950年。當時一個叫做艾倫圖靈嘅英國數學家，佢發表咗一篇論文，個題目叫做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個論文嘅第一句說話，佢就直接問：究竟機器能唔能夠思考呢？但係圖靈馬上意識到一個問題，喺回答呢一個問題之前呢，你要搞清楚思考係乜嘢，因為佢本來想問嘅嘢係機器能唔能夠思考，但係思考呢兩個字，淨係哲學家都爭辯咗幾千年都冇結論。所以圖靈做咗一件非常之聰明嘅嘢，佢繞過咗定義呢個問題，佢唔去嘗試定義，而係換咗另一個問法。佢話不如我哋玩一個遊戲，呢個遊戲叫做模仿遊戲。個規則就係你坐喺一間房入邊，面前有個鍵盤，有個熒幕，而另一間房入邊即係隔住一埲牆啦，有兩個嘅對話對象，一個係真人，一個係一個電腦程式。你透過文字即係鍵盤輸入同埋熒幕，同呢兩者去做對話，你可以任你問任何嘅問題，而個任務就係你要猜出究竟回答你嗰個係人定還是機器。如果分辨唔到，即係話機器嘅回答同真人呢係非常相似，咁樣圖靈就認為個機器係具備智能、有思考能力啦。呢個呢就係後來被稱為圖靈測試嘅概念。圖靈做嘅嘢係將智慧係從好玄妙嘅哲學轉化為一個行為嘅標準。你唔需要知道個機器入邊諗緊啲乜嘢，你只係需要睇出佢嘅產出、佢嘅行為。如果佢嘅行為、佢嘅表達睇起嚟好似有智慧咁樣，咁我哋就承認佢有智慧啦。呢一個諗法咧，令到人工智能從哲學討論變成一個咧可以親手通過工程師解決嘅一個工程問題。雖然咧實際上咧圖靈本身咧係冇諗過人工智能呢一個詞彙，嗰陣時仲未有呢個詞彙，但係呢一個嘅圖靈測試嘅概念咧，已經可以話係人工智能嘅一個起點啊！順帶一提啦，圖靈本人嘅故事都非常之傳奇。2次世界大戰期間，佢破解德國嘅密碼機，俾歷史學家認為咧係縮短咗戰爭嘅時間，拯救咗數百萬嘅生命。但係戰爭之後，佢因為同性戀嘅身份，俾英國政府迫害。1954年去世，只係41歲啫。直到2013年，英女王咧先至為佢平反。幾有趣嘅講法就係話咧 AI 嘅起點係一個天才留低嘅謎題，同埋咧一段未完成未竟嘅人生啊！好啦，時間咧快接去到咧1956年啦，就係一個叫達特茅斯大學嘅一個會議喺美國嘅新罕布什爾州。當時一班年輕嘅科學家聚集喺呢度參加個為期6個星期嘅夏季研討會。呢次會議嘅發起人呢，係一個叫 John McCarthy 約翰麥卡錫嘅年輕數學家。佢喺籌備呢次會議嘅時候呢，寫咗一份提議、一份提案。喺入邊呢，佢諗咗好多唔同嘅詞彙，而入邊呢，佢就正式用咗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即係 AI 呢個詞語。
點解呢一位麥卡錫會發明一個新嘅名詞呢？佢後來有解釋㗎。當時咧，相關嘅研究係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去形容，佢就諗不如用一個全新嘅名，將呢啲研究統一起嚟，令佢成為一個獨立嘅學術領域，唔係散收收，係喺唔同嘅學術領域之中存在。亦都要提一提啦，呢個題外話啦。呢一次會議嘅參與者，後來幾乎個個都變咗 AI 歷史上面嘅傳奇人物，包括有被稱為 AI 之父之稱嘅馬文明斯基，另外有克伯特西蒙同埋艾倫紐厄爾。咁佢哋後來發展咗符號 AI 理論，而剛才講嘅西蒙Simon 咧，仲因為咁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其中會議上面有人宣稱喺10年之內咧，電腦就能夠成為世界西洋棋嘅冠軍。咁後來呢個事情係真係有發生到，不過就唔係10年之內啊。當時呢一班年輕嘅科學家似乎太有佢哋嘅一個叫做期望啊，實際上要41年之後咧，先至有西洋棋冠軍係由電腦攞咗，大家好熟悉嘅 Deep Blue 呢個深藍電腦 IBM 嗰個啊。咁但係呢種咁樂觀咧，亦都可能某程度上係推動到 AI 領域向前行嘅一個動力。咁今次呢個講嘅會議最大嘅意義咧，唔係解決咗乜嘢問題，而係令到一班有共同目標嘅人聚首，咁同埋咧就係諗咗人工智能呢個詞彙出嚟啊！呢個就係咧，如果講名詞嚟講咧，就係由呢個時候1956年咧第一次出現咗呢個名詞。但係如果你講話個概念咧，係再早少少，圖靈咧已經有諗過呢一個概念㗎。咁我哋好快跳落去啦。事隔1年，一個叫做法蘭克羅森布拉特 （Frank Rosenblatt） 嘅心理學家，佢提出咗一個叫感知器嘅概念 （perceptron） 啊。咁呢個嘅感知器概念乜嘢嚟嘅呢？我用個例子去解釋下。如果你要教一部機器去辨認一個圖片入邊係唔係有一隻貓，你可以點做呢？傳統嘅方法咧，你要寫個規則。譬如話，如果幅畫入邊有一樣嘢係耳仔係尖嘅，有鬚嘅，有4隻腳嘅，咁就係貓啦。但係咁樣寫規則，其實好難寫得完整㗎。貓有唔同嘅品種，有唔同嘅 pose 啊，佢哋喺幅畫入邊、喺幅相入邊有唔同嘅姿勢㗎嘛。各種光線嘅條件、影相、畫畫嘅角度又唔同，你永遠寫唔晒所有嘅情況。但係呢一位羅森布拉特佢提出嘅感知器，提出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思路。佢嘅諗法就係話咧，有一啲 input， 有一啲輸入，例如圖片入邊嘅各個像素，即係每一點啊，每一個輸入咧都有一個權重，代表佢重要嘅程度。咁將所有嘅輸入乘以各自嘅權重，即係咧有啲輕啲，有啲重啲，一個需要考慮嘅情況，咁加埋一齊啦。如果個總數個 total sum 係超過某個門檻咧，咁答案就係呢隻就係貓啦，否則咧就唔係。咁而且最重要就係咧，如果估錯嘅時候咧，係有個回歸嘅機制，自動調整權重，令到下次估啱嘅機會咧更加高。咁例如今次估錯，咁我哋知道咧，原來估錯係因為某啲嘢係俾得太重嘅比例喺個計分入邊，於是減輕翻佢個比例咯。有啲發現原來真係同隻貓好相關性好高嘅，於是又會將佢嘅權重加翻重佢，咁從而咧係會不停咁透過犯錯同修正係去自己揾出規律，尤其是最重要係自己揾出規律。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講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核心，唔係俾個規則俾個機器，而係透過機器自己去犯錯同埋修正去揾出嗰個規律。呢個咧就係我哋見到感知器嘅歷史啦嚇。呢個咧就係可以話咧其中一段咧喺人工智能發展入邊都好重要嘅歷史，所以都喺度提一提。之後咧就係60至70年代咧，其實係遇過咧第一次嘅 AI 寒冬啊，有人形容為第一次嘅 AI Winters 啊。係乜嘢嚟嘅咧？當時嘅 AI 核心主流嘅研究方向就係符號 AI。咁簡單啲嚟講就係個智慧咧，就係對符號嘅操作。只要你能夠將知識表示成一種邏輯規則，機器就能夠好似人類咁推理。咁當時出現咗一個叫 ELIZA ELIZA 第一代嘅一個聊天程式。
佢個原理就好簡單嘅啫嚇，唔係真係識人工智能，唔係真係識諗嘢嘅，就係捉關鍵字、揾 pattern、揾嗰啲叫做咧模板啊、範例啊。例如話，如果你講我最近好難過，佢就問你點解感到好難過啊咁樣。咁啊，其實咧佢係學咗咧，當人講完嘢之後咧，就將佢變成問題嘅方法。其實佢唔係真係理解你講咩叫最近好難過嘅意思，但係有啲使用者會覺得啊，我被理解啊，你明我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就係稱之為咧呢個 Elisa 效應或者 Elisa 效應啊。但係實際上咧唔係真係咧機器認識㗎。事實上咧，人類世界實在太複雜，要將所有嘅常識寫落去呢啲規則，幾乎係唔可能㗎。咁所以當開始嘅時候，曾經有一個熱潮，呢種符號 AI 係有熱潮嘅。咁但係好快發現咧，原來有好多局限性，所以曾經投入嘅商家啲資金咧，好快就撤離。於是咧，呢一啲符號式 AI 嘅發展咧，好快就去咗盡頭，就出現咗我哋所講嘅第一次 AI 寒冬啦。去到80年代，有第二次嘅 AI 寒冬。而點解會發生呢？就係由一啲叫專家系統嘅嘢開始講起。當時咧有好多專家系統咧係用一啲電腦，好似睇落有一個智慧嘅系統咧，譬如幫手去處理咧疾病嘅一啲診斷啦，即係判證啦。呢啲咧係開始進入咗商業世界啊。咁但係呢啲專家系統咧，好快就俾人發現咧有好多致命嘅弱點。咁譬如話咧，有一啲決定係需要靠直覺，冇辦法規則化。咁同埋咧，因為你要將所有資訊擺落去啦，個資料庫咧越嚟越難去到處理，因為個資料量實在太大，而且個環境有少少變化咧，呢一個嘅專家系統就會過時。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硬件軟件亦都好快咧再次乏人問津，嚟到第二次被業界形容為 AI 寒冬嘅時代，喺1980年代尾咧再次來臨。呢個咧就係第二次咧，即係一個大嘅 AI 發展方向啊。咁啊，去到咧90年代咧 ，AI 嘅研究重心咧就漸漸咧變成係統計規則啊，即係啲叫統計同埋機率。咁與其係問咧呢件事喺邏輯上面係咪成立咧，咁不如咧就係問呢件事發生嘅機率有幾高。咁我哋又舉個例子啦嚇，其中咧喺90年代好流行嘅一個叫貝葉斯分類器嘅概念係乜嘢嚟嘅咧？我哋用垃圾郵件嘅過濾去做解釋啦。可能大家都試過，哇，好似好叻喎，個電腦個軟件幫我分類到估到邊啲係垃圾郵件 spam， 邊啲唔係。咁傳統嘅做法其實係點樣嘅咧？傳統以前嘅做法就係咧，如果個郵件入邊有免費呢個詞語，就係垃圾郵件，因為通常咧都用免費嘢去到引誘你噶嘛嚇。好啦，咁但係咧嗰啲寫垃圾郵件嘅人咧，好聰明㗎，就即刻知道有咩方法啦。因為剛才講叫做 AI 符號嚇，或者咧係符號化 AI 或者係規則性噶嘛。咁啊，你話免費呢個字，我咪改咗佢咯，免同費中間加個空格或者加點落去嗱。於是咧，你個規則又唔識用啦，又要重新改過佢。而去到90年代，貝葉斯分類器呢種思維就完全唔同啦。當時呢一類型嘅機率同統計型嘅一啲人工智能系統咧，就係唔寫規則，係統計。你餵1000封嘅垃圾郵件俾佢，個電腦全部睇過，佢會統計入邊唔同詞語出現嘅頻率。例如垃圾郵件經常出現中獎呢兩個字。咁於是咧，佢就發現啦，原來咧，如果咧有好多一啲經常係垃圾郵件出現嘅詞彙，都喺你而家收到新嘅電郵入邊出現嘅話，咁啊即係話呢個電郵咧比較大機率係一個垃圾郵件。例如有啲中獎免費叫做咧大放鬆等等嘅字眼呢啲經常出現嘅字眼喺呢篇電郵入邊有喎，咁於是咧就係咧好大機會係垃圾郵件啦。咁再根據呢啲詞語出現嘅綜合機率判定係咪垃圾郵件。點解話呢個係一個人工智能嘅少少嘅突破呢？因為佢嘅做法嘅特別之處就係佢係從資料入邊學出嚟，而唔係人寫出嚟啊。個方向咧由以前符號 AI 嗰啲係人餵俾個電腦，變成咧就係機器可以自己去學習，佢係從資料入邊學佢。你餵1000封電子郵件、垃圾郵件俾佢，佢學到。如果
多啲新型嘅垃圾郵件，你又再餵新嘅俾佢，佢又再學到，因為佢再統計過最新近年出現嘅垃圾郵件資料變咗，佢有新嘅模型，重新訓練過就得啦，唔需要人去逐條規則寫出嚟。咁呢個咧就係又係一個時代嘅轉變。咁但係講到咧一個好大嘅跳躍式轉變咧，一定要提 ImageNet 呢一樣嘢係乜嘢嚟嘅咧？嗱，咁首先咧喺2007年啦，史丹福大學咧有個教授叫李飛飛，佢開始咗一個好瘋狂啊，人哋認為好誇張、好勁嘅，係都好癲狂嘅計劃，但係真係勁嘅係乜嘢咧？就係建立人類歷史上最大嘅圖像資料庫。嗱，佢嘅諗法係咁樣嘅。人類嘅視覺智能係點樣發展出嚟嘅呢？其實係透過我哋成世人睇數以百萬張嘅圖片。如果我哋都能夠俾電腦睇幾百萬張嘅圖片，係咪都可以人類一樣學識睇圖，知道每一樣嘢係乜嘢嚟呢？咁於是李飛飛同佢嘅團隊花咗接近3年嘅時間，透過 Amazon 嘅平台，令到全世界嘅人呢，一張一張咁樣去標記啲圖片啦。如果大家有印象，有時咧話要辨認嚇，確認你係人類嚇，先至可以，譬如話登入一個系統啊嗰啲咧，經常就要認咧邊隻係貓，邊隻係狗，將入邊嗰狗架邊係貓咧篤晒出嚟咧，其實就係嗰啲嚟㗎嚇。咁結果咧就係通過全球各地嘅人咧，用3年時間咧係認出邊張係貓，邊張係汽車，邊張係士多啤梨，最後咧係建立咗超過1400萬張圖片，分成2萬幾個類別嘅超龐大資料庫，叫做 ImageNet 啊。咁如果各位當年咧曾經有用過呢啲咁嘅系統去認證你係人類嘅話咧，可能你都幫助咗呢個 ImageNet 嘅構想同埋建立啊。好啦，咁去到2010年啦，李飛飛就發起咗，喂，既然我有 ImageNet 呢個大規模嘅一個叫資料庫，不如咧就搞一個視覺辨認比賽，邀請全世界嘅研究學者，邊個能夠最準確辨認呢個資料庫入邊嘅圖片入邊嘅物件。咁呢度咧就要帶出另一個人啦，叫做 Geoffrey Hinton 啦，辛頓啦。辛頓咧其實佢係深度學習技術嘅一個叫做咧奠基者嚟㗎，佢係英國人嚟㗎。咁後來咧喺加拿大咧大學嗰度咧任教㗎。70年代開始咧，佢已經研究神經網絡。咁但係咧嗰陣時神經網絡咧係唔受歡迎，因為好多人就係講啲符號式 AI 㗎嘛。咁所以咧佢往後幾十年咧係繼續堅持研究呢樣嘢，實行得好辛苦。咁去到1986年咧，佢就推廣咗反向傳播演算法，破解咗多層神經網絡嘅訓練問題。一陣間解釋係乜嘢啊？令到咧多層神經網絡能夠從錯誤之中咧往後追溯，好準確咁樣更新每一層嘅權重，令到好容易解決問題。而辛頓咧後來離開咗之後咧，去咗 Google 做咗好多年嘢啊。佢亦都同另外2個咧曾經獲得咧電腦科學技術嘅最高榮譽圖靈獎，係剛才提過個圖靈啊，圖靈獎。呢3個人咧被稱之為深度學習嘅3大巨人。剛才提過 ImageNet 同佢有乜嘢關係呢？原來就係當年2012年呢場比賽啦，冠軍咧就係辛頓同佢2個學生，佢哋提交嘅一個模型就叫做咧 AlexNet 啊。呢個嘅模型咧，佢嘅錯誤率咧只係15.3個百分點，即係話認圖片嘅能力個錯誤咧只係10幾%。而其他傳統嘅方法咧，錯誤率係2成6，咁即係話咧一鳴驚人啦，佢碾贏晒全世界其他頂尖嘅一啲研究團隊，係一個咧超乎尋常嘅領先嚟㗎。喺呢一場比賽結束之後，幾乎所有頂尖嘅人工智能實驗室嘅研究者都轉向咧跟咗辛頓同佢個團隊嘅深度學習呢個方向。呢個時候咧，我哋嘗試解釋下咧乜嘢叫做AlexNet 佢嘅運作模式啊。剛才講嗰啲咩神經網絡啊，多層卷積神經網絡係乜嘢啦？呢個就係佢嘅 AlexNet 嘅概念。先講咧多層卷積神經網絡入邊，卷積呢2個字係乜意思？
諗下，如果咧假使你有一張圖片，你用一個 filter 一個濾鏡喺圖片上面移嚟移去滑動，每次咧就係計算個濾鏡覆蓋個範圍嗰個影像啊。咁啊唔同嘅濾鏡咧係會偵測唔同嘅特徵，有啲濾鏡咧就係攞嚟偵測嗰啲水平線嘅，有啲係偵測垂直嘅線，有啲係偵測啲特定顏色嘅組合。咁呢個咧用好多小濾鏡喺圖表上面逐個位置去掃描嘅過程咧，就叫做捲積啦嚇，咁即係叫做 convolution 啦。咁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捲積，咁去到咧就係多層啊，咩意思？咩叫多層咧嚇？多層嘅 convolution 咧，咁原來咧就係有好多層係唔同嘅結構嘅，由最低層第一層嘅捲積，即係啲濾鏡周圍移周圍 check 嗰啲咧，就係學習呢一個圖片最基礎嘅特徵，例如佢邊緣佢條邊佢條菌嗰條邊出嚟啦。另外就係顏色嘅漸層，去到第二層嘅捲積就係會學習一啲基礎嘅特徵組合，例如個圖片嘅呢一個位置嘅紋理同埋個角落。跟住咧就更加高層捲積，學習更加複雜結構，例如個輪廓啦、個物件嘅部位。最後咧就係最頂層全連接嘅一個層級，就係將所有嘅特徵整合埋一齊，判斷呢張圖係乜嘢。嗱，如果打個比喻啊，你要睇一篇文章，最底層咧就係睇嗰個像素啊，邊點係黑色有寫嘢嘅，邊點係白色係張紙嘅顏色。咁呢個可能係最低層次，你要睇一篇文章寫字上文章，你先睇邊度有嘢，有邊度冇嘢先啦。再上咧就係睇筆畫啦，將呢啲嘢組合埋出嚟，就係究竟有啲咩筆畫咧？由筆畫咧再上一層咧就拼合埋變成文字，就理解到文字咯噃。咁最高層咧就係將所有呢嘢整合晒，就可以睇到文字嘅意思，成篇文章嘅意思。咁就係將理解張圖片分拆為好多唔同嘅層級，去到去分拆去咁樣做。嗱，咁可能你話，其實都 make sense 啦，但係點解前人冇做過？點解咧呢個 AlexNet 去做到呢？原因就係因為訓練呢個網絡需要兩個之前都冇嘅條件。第一咧就係需要好大量嘅資料，咁結果咧 ImageNet 提供咗呢一個個李飛飛教授佢嘅團隊嗰過千萬張圖片咧幫到手。第二就係好強嘅運算能力。嗱，AlexNet 呢一個嘅技術嘅關鍵創新就係咧用咗 GPU 圖形處理器去訓練神經網絡。本來係為咗打機用嘅，大家可能聽過啦，買啲 GPU 好高級別嘅嗰啲晶片啊，嗰啲嘅顯示卡啊，咁就係擺到部電腦度打機啊嘛，係嘛？咁其實咧佢係可以處理大量嘅平衡運算，而神經網絡嘅訓練咧，正好就係需要呢一種大量嘅平衡運算。用 GPU 訓練神經網絡，比傳統嘅 CPU 快咗幾十倍咁多。咁另外 AlexNet 就變咗其他更加新嘅嗰陣時好創新，而家已經係成為人工智能標準嘅技術啦。例如令到訓練更加快啦，同埋另外就係資料增強，將同一張圖片又反轉佢，裁切佢大細，調節顏色咧，就可以一張圖創造更加多嘅訓練資料去俾嗰個系統去訓練啦。而 AlexNet 開始咗咧就係端對端嘅學習，唔再需要去人工去設計啲特徵去俾呢個電腦去學習，你只係需要餵足夠嘅資料俾佢，佢自己會學識晒所有入邊嘅特徵㗎。咁呢個咧可以就係話咧一個咧好大嘅跳躍式挑戰，一個進步。跟住之後好快講一講咧，就係咧呢個圍棋啦嚇。剛才提過啦 Deep Blue 啦，西洋棋啦。咁同呢個圍棋有乜分別咧？嗱，2016年3月咧，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咧，就係對手咧就係一個電腦就係 AlphaGo 呢一個 system。4日捉棋之後咧，結果出爐啦。AlphaGo 呢種人工智能系統贏4盤，咁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只係贏得一次嘅啫。咁全世界都好驚訝。咁點解咧？原因就係因為圍棋個可能嘅棋局咧係10嘅170次方。咁據講咧係比宇宙入邊所有原子嘅數量仲要多好多倍。剛才提過西洋棋 Deep Blue 咧，靠嘅咧就係暴力式咁樣咧係搜尋，將所有可能性全部計晒出嚟。因為西洋象棋其實嗰個計算出嚟嘅可能性咧唔係好多，但係圍棋嘅複雜程度咧係唔行得通嘅。用傳統呢種電腦去到搜尋窮舉法係冇可能揾晒所有可能性出嚟，因為實在太多啦。剛才講個10嘅170次方
係冇可能咧揾晒出嚟㗎。咁所以咧係冇辦法用傳統方法。於是咧 AlphaGo 係用咗另外啲方法啦。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學習人類嘅棋譜，計算每一個落棋嘅位置嘅推薦嘅機率，然之後咧再計算埋咧一個棋局嘅勝率。佢咧係評估嘅，佢唔需要將所有嘅未來可能性都計晒出嚟，佢係成個評估局勢去揾出咧究竟贏嘅機會幾多，再用蒙地卡羅樹搜尋。結合以上嗰兩點，簡單嚟講咧就係隨機模擬好多次對局，好快計算出如果我捉10000次，究竟我下一步棋邊一步棋咧係會選擇期望值最高、最有可能贏嘅嗰個位置去落棋呢？於是就揀咗過去落棋，因為咁樣咧就真係可以戰勝人類喺圍棋嗰度。咁但係 AlphaGo 最具革命性嘅地方咧就係佢訓練方式啦，佢係咧自我對弈強化學習㗎。AlphaGo 最開始咧係學習人類嘅棋譜，然之後咧就開始同自己捉棋，一個版本嘅 AlphaGo 同另一個版本捉棋，咁啊贏咗就獎，輸咗就罰。於是咧就不停咁對呢個神經網絡嘅權重做調整，乜嘢要重視，乜嘢咧係要輕視啲咁樣。咁於是咧就係令到佢越嚟越強化，越嚟越厲害啊！令到自己越嚟越犀利啊 ，self-play 啊，自主去博弈去學習。咁啊，於是咧透過幾百萬局嘅賽局咧，自我進化，諗到好多人類嘅棋手從來冇諗過嘅下棋策略。後來再進化咗 AlphaZero 呢個更加厲害嘅一個系統，完全唔需要學人類嘅棋譜，由零開始就係純粹靠自我對弈，自己同自己捉棋。72個鐘頭之後咧，已經係超越咗 AlphaGo 嘅水平。呢件事咧個哲學意義遠超圍棋本身，喺好多複雜嘅領域咧，機器係唔止可以追上人類，甚至可以發展出超出人類思維框架嘅解決方法。因為人類咧幾千年嚟咧都係受制於棋譜傳統嘅方法，咁但係機器咧唔受呢啲束縛，佢只係根據自己嘅目標學習。我就係要贏，我要揾出咧贏最有機會機率嘅一個捉棋嘅方法。咁所以咧突破咗好多人類突破唔到嘅嘢。嗱，時間再快跳到去2017年，當年 Google 嘅一個研究團隊發表咗一篇叫做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嘅論文。呢篇論文係人工智能史上被引用次數最多嘅論文之一。佢提出咗一個概念叫 Transformer 呢個架構，幾乎係而家所有頂尖 AI 系統嘅骨幹。喺以前咧，要處理語言嘅主流方法咧，就係循環神經網絡，即係模仿人類閱讀咁樣，一個字一個字去讀，每讀一個字就更新自己記憶，讀到第二個字就變成頭兩個字記憶，讀埋第三個字就增加落去變成三個字記憶，一路加上去。咁但係咧呢個做法太慢，一個字一個字去處理，要順序處理，冇辦法平衡計算。第二就係要長期依賴長距離依賴。如果個句子好長咧，讀到後面已經唔記得前面嘅內容啦。舉一個例子啦，如果我哋有句説話，有個英文嘅語句叫做 The animal didn't cross the street because it was too tired。好啦，個 it 係乜嘢意思咧？喺電腦或者機器眼中咧，未必知道 it 係乜嘢，但係人類會知，因為人類會發覺 it was too tired。個 tired 係攰啊嘛，咁 it 當然係講 animal 而唔係講 street 啦。但係電腦嚟講，每一個字都係字嚟啫。究竟電腦點樣去揾到呢個 tired 係 refer to animal 定係 street 咧？就係對電腦嚟講咧，係一個其實唔係咁容易解決問題嘅傳統方法嚟講。咁但係咧 Transformer 嘅核心創新咧，就係在於佢有一個叫自注意力機制 self attention 嘅機制，呢個係全新嘅構想。佢嘅思路咧就係唔會一個字一個字去處理，而係同時睇成個句子，由每一個詞語都去拉到句子入邊其他所有嘅詞語，計算佢哋嘅相關程度。用剛才嘅例子 it 呢個字，佢電腦去諗嘅時候就會用 it 呢個字去嘗試搜尋句子入邊其他嘅詞語，嘗試去同佢做比對，去諗下 it 比對 animal 同埋比對 street 邊個係會接近啲呢？於是咧佢就會發現 animal 嘅相似度會比較高，因為 tired 呢一個字語義上面同生物更加相似，咁所以咧佢係要將 it 呢個字嘅注意力同其他字之間嘅聯繫係放咗喺 animal 上面。
咁所以 it 咧就能理解到其實係 animal 啦。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有3樣嘢係同一時間睇每一個詞語都要諗嘅。第一件事就係呢個詞語本身個 value 個內容係乜嘢，另外就係佢有啲咩特徵呢個詞語，第三就係佢同其他嘅詞語之間應該點樣做配對，佢揾緊啲乜嘢 matching， 揾啲咩配合嘅詞彙。咁例如 it 咧個意思就係它啦，係咪？另外佢嘅一個內容係咩咧？就係一種死物啦嚇。而佢要找嘅係咩咧？要揾嘅咩咧？就係一啲其他嘅死物。咁但係乜嘢配對到咧？因為佢嘅價值，當佢諗到係 tired，佢知道咧呢樣 it 呢樣死物嚟嘅，唔係 he 同 she， 佢係 it 嚟嘅，係攰喎。好啦，咁佢就再有呢個價值之後咧，佢就再比對下啦，佢自己係死物，而係有個價值係 tired。佢就會比對下 street 同 animal 邊個會比較接近，佢就會發現咧，只有 animal 先至會 tired， 先會疲倦，於是就知道 it 就係 refer to animal 啦。咁呢個咧就係創新在於呢一樣嘢啦 ，transformer 呢一個論文入邊嘅概念啊。咁呢個嘅機制咧，仲有好大嘅優勢就係咧，係可以同時進行所有詞彙，即係同一時間將句子入邊每一個詞語同句子入邊其他所有詞語同時做配對。咁大幅提升運算效率，就唔係逐個字順序咁去睇。而另外後來再發展埋 multi-head attention 啦，就唔係一單一浸嘅自注意力機制，而係多頭注意力機制。例如同一時間8個、16個唔同嘅機制，每個係學習唔同嘅 dimension 唔同維度嘅相關性。例如一個咧係關注語法嘅關係，一個係關注語意，一個係關注咧唔同嘅字係咪共同指向啲乜嘢啊咁樣，然後結果將所有嘢再整合埋一齊。呢個咧可以話係劃時代嘅論文嚟㗎。Transformer 論文推出之後，成個人工智能同埋語義分析嘅領域咧，幾乎幾年之間就被重寫咗。後來所有嘅大型語言模型嘅骨幹都係嚟自 Transformer。有趣嘅係咧，呢一篇論文8個作者後來幾乎每一個都去咗創立一啲重要嘅 AI 公司或者一啲頂尖嘅機構度任職。佢哋可以話咧係下一波嘅人工智能嘅全部，可以話咧呢班人咧都係一啲叫創新者或者係先驅者。再之後咧，我哋就跳去就係 ChatGPT 嘅降臨，大家可能都好記得呢一刻啦，就係2022年尾嘅時候啦。因為咧有咗 Transformer 呢個骨幹啦，好多研究人員就發現咧，佢嘅模型可以越做越大，用 Transformer 呢一個論文入邊嘅架構咧，就可以只要俾越多訓練俾佢咧，呢啲人工智能嘅系統能力就越強，而且佢哋嘅增長咧係越嚟越誇張，越犀利，個參數由幾千萬去到過千億，能力都越嚟越驚人。咁所以其實咧喺未有 ChatGPT 出現之前，已經有好多呢啲 GPT 嘅模型。但係 ChatGPT 橫空出世嘅特點，點解咁劃時代？就係因為佢哋諗到將大型語言模型包裝成一個人人都用到嘅對話界面，你有個網站你可以同佢對話嚇，就唔係純粹流於咧喺個運算上面去使用㗎。咁仲有人類回歸強化學習，令到咧就係通過人類俾翻佢嘅回應 feedback， 令到個模型學習咗點樣可以有幫助、安全同符合人類期望嘅方式回答問題。於是 ChatGPT 成功做咗任何歷史上未有任何產品做咁厲害嘅增長速度。5日有超過100萬嘅用戶，2個月超過1億個用戶，呢個係歷史性劃時代嘅一個成就嚟㗎。好啦，咁我哋差唔多用咗咧，大約係30分鐘左右啦，行完咗人工智能嘅70年歷史。簡單啲講咧，個進化就係由最初期人類寫死咗規則，硬性話俾機器聽你應該點樣去閱讀、點去計算。去到90年代，人類只不過係輔助提供啲特徵同標記，俾機器開始自主去學習。去到2000年代去到甚至再後期咧，係自主學習咧更加完全自動化，你唔需要去設計一啲嘢，提供啲特徵，唔需要 tag 佢啊。以前最傳統就係俾張圖俾佢，話俾佢聽呢隻貓，於是佢就記得呢隻貓有標記，你人類要提供個標記，提供個特徵，佢先知呢隻貓。到後來就係佢自己去學，自己去睇圖，佢就認到乜嘢係貓啦。佢唔需要咧，你係人類再俾佢，佢可以自主學習啦。
咁可以話咧，喺過去咧係一段時間咧，近呢10年8載咧係進化得好快啊！咁所以可以話咧，由最早期嘅60年代嘅人類寫規則到而家咧，已經係可以自主學習啦。咁啊，翻去最開頭嘅問題，圖靈話機器能唔能夠思考呢？或者哲學上面仲未有答案，我哋唔知喺哲學上面嘅概念入邊，究竟咧呢個機器係唔係真係識得思考？因為其實佢答得好似人啫，係咪代表人一樣有思考能力呢？咁但係佢絕對係做到而家嘅圖靈嗰個嘅遊戲講嘅樣嘢啦。你叫一個人工智能同真人去回答你，你未必分得出邊個係人，邊個係人工智能。總括嚟講 ，AI 嘅歷史咧係跌跌蕩蕩，曾經試過失敗，曾經試過2次寒冬，一點一滴累積先後先得到嘅突破。下一個可能嘅轉折點，而家諗緊嘅咧，好多人相信就係代理型 AI 啦。AI 唔再只係回答問題，而係能夠自主拆解目標，去規劃步驟，使用工具，喺長時間範圍入邊完成任務。簡單啲嚟講，唔再係你問一句佢答一句，唔係純粹係問攞答案咁簡單。你俾一個難題俾佢，俾一個處境俾佢，佢會幫你逐步規劃拆解，要幾多步，要考慮啲乜嘢先可以處理到。呢啲咧可以話係更加下一代嘅轉折點啦。自主拆解目標、規劃步驟同使用一啲唔同嘅工具。最後個總結就係，如果歷史話俾我哋乜嘢呢？結論就係方向總係向前。我哋唔知呢條路會向邊個方向，但係一定係向前。我哋唔知下一步代理型 AI 之後仲會有啲乜嘢，但係好明顯未來咧一定係向前發展。AI 經過70年，但係旅程仍然繼續。今集同大家分享咗人工智能過去70年嘅發展，亦都示範咗啊！點解我話要示範咗呢？因為大家見到嘅每一張簡報個slide 都係用人工智能系統，我用嘅係 Notebook LM 咧去製作出嚟嘅。如果我唔話俾你聽，又冇個標記喺右下角，你可能都唔知咧呢啲係電腦畫出嚟，可能以為人類畫出嚟啦。正正就好似剛才一開頭所講，圖靈講嗰樣嘢，你已經分辨唔到人類同埋機器話俾你聽嘅答案，邊個係人，邊個唔係人啊？唔知你點樣睇人工智能未來嘅發展呢？對於人工智能帶俾我哋影響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今集節目講到呢度為止，多謝晒你收睇，希望你會繼續支持我呢個頻道。我呢個係一個知識型嘅頻道，同大家分享好書推介、流行話題、文化、生活、科技各樣話題，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有用嘅小知識。希望你會多啲捧場，繼續關注我呢個頻道，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